行见限行，我8点钟才出来的，8点多一会儿才，这全身是汗啊！你跳了吗？跳了吗？还没跳。还没跳，你怎么热啊？这样站着都不汗。对呀。今天是最热的，今天最热的。今天人都比较少，看吧，就下了几个，可能是确诊在里面。今天高二给他种花了，明天给他送，明天给他不送花，对吧？只有送花最好的，对吧？虽然那个韩国朋友我不知道他写啥名，内容不知道，他写的没有留言，他只是说给那个最高的那个男队员送花，送礼物，没有说什么，肯定送花嘛。其实我今天想送，但是太热了，没出门。反正他每天都要来的。他每天都要来，明天送也可以啊。明天送，不存在谁领舞，基本团队的每个都可以。这个是小泽，阿泽好像是。哎，刚刚带上的哈达。对啊，没有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去重庆，还要在那边上学呀。在苏拉跳舞都没跳，全是汗。他那个鼻子上、脸上全是汗水。丽丽没穿那个，太热了。其实苏拉他们穿那个还是很热。推过来的。
想去，不好听。听你了，还听的那个听见罢了，耳朵起见了。好日呀，今天来的人比较少。还有赤城卓玛。家人们晚上好，家人们应该是抖音里面才能加人吧？好像 YouTube 好像没有流行那个。选歌啊，要选。今天 hot 眼镜哥很熟练，只是他动作比较可惜。那个就是老胡嘛，胡兵嘛。胡兵嘛，就是自由生活嘛。19错不对，这个跳这个吧，很久没跳这个了。经典中的经典。这是谁？这是19出没，以前这差不多招牌。估计不是很久时期，反正9月份之后就大家很多就 say 拜拜了。比如说人清错是9月10号，小西西那些蛮好也就走了。常驻的还是些曲墩啊、拉错啊、团队的那些吧。这都是放暑假。吴氏麦吉、小泽、阿泽，这个是薛真嘛。这是赤城卓玛，后面那个是阿泽，在前面是小西西，在这面是丽丽，然后苏拉，在前面是17。我问一下吧，他都不钱不用啊，没问了也没用，反正每天都要拍，哪些来？没有必要叫别人，别人不来他就不来呀。像拉布娃，像这几天没来呀，太热了嘛，应该。
这两个姿势做得最好，还有拉错也做得好，特别收尾的时候。其实男的比较多的话，跳得很好看，前后面特别是后半段，但是人没来齐啊。这个第二段是康夏琴嘛，第一个是卓茶模那个写过的，也写了那个，第二个是康夏琴也是他写的，还有一个也是他写的，搞忘了叫啥名字啊？他是一个成都的工作室，在这边单独写的作曲。黄金是跳那个吧？黄金肯定跳那个115啊。这都是比较老的歌曲。这歌也比较好听。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的，很正常。我们没跳舞整，还有这个都是全都是汗。这个歌青阳宫跳的比较多，就青阳宫跳最多，其实这边跳比较少。谁啊？什么时候好？啥子时候好？什么时候小狗才好？小狗什么时候好？啊，看等几天哦，脚没好啊，要走走。下雨了，换句吧。谢谢。
然死亡了嘛，正常不？多准备几套衣服在一起。早点该去了，好热呀！哎呀，搞忘了我有湿巾纸的嘛，今天我带湿巾纸。我班有几个人呢？我班有几个人？在那休息啊，没跳啊。那光这个把永熙从喊过来噻。看什么？这个有什么看的？他也不得过来，他跳惯了那边。也没有几个人。这边流量是好得多的。今天是我看路嘛，哎，我那个女子在。那个永熙错，那个你在张小补吗？张起错。永熙错。小鱼子，张起是小鱼子。他的流量是比较高的。我现在这些要子。今天太热了，人比较少。今天，他被死了。天热死，热死。两穿了红色的。这儿水都拿过来了，怎么他们怎么不喝呢？看吧，我叫那个老板送的水，我叫他8点20送过来，每天送。哎，这里面是几件？一件是1、2、3，好像不知道，反正我叫他送500块钱的，送了之后再后面再送500块钱，后面再看情况吧。后面下雨肯定没必要了，每天都不知道晚上跳不跳都不知道，因为后面28号之后就要下雨了。小胖也来了。好的，太热了就不来了。出门完全可以，你出门的话，感觉就是一股热浪，就是40、50度那种扑面而来。那肯定好了就不说了，就直接在家里吹空调。
没几个人呢，都没跳。这边是啥子吃吧？这边是啊，这边是啥子平摊？都一样的，一个竖屏一个横屏。哦，分开的一个是一个横屏。哦，网络有点卡啊。对，是不是要卡一下？这没办法了，不管它了。因为这个是电信的啊，有点卡，那就不管它，应该等个1分钟左右就好了，因为可以看竖屏嘛。竖屏会有，所以双保险嘛，2个保险，一个保险也相当于一个出问题了，另外一个可以看，不影响，一个横一个竖。去球牌那边来了。
歌好听啊，还是多不。都跳没人了，全部人都没有了。跳只有几个人了。这个听久了都一下都不行了，都不喜欢了，就像《故乡情》那种，听了你现在都不喜欢听了。今天我利用湿巾纸一直在擦。美团它那个想来就来呀，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限制。这句后面都是比较好听的歌曲，就是有一首比较长，那个是让桑巴丹的那个安多巴布洛那个，是热瓦香。那今天没来呀？太热了吧？应该是。这个天好了都不出门了。哇，真的，你这可以要坚持那么久，全是。
约10分钟。安多巴布罗。你身体好啊，你身体好，刚才说这个噻，你山也不爬，人也不爬，应该是。
好热，简直没得几个，现在人少呀，你昨天少啊？少多了好一半。昨天人都多呀。哎，昨天多些。哪边罗马呀？这儿啊，这儿啊。刚刚跳完，我不晓得。这儿跳完也没得了。昨天我来是刚跳的。这应该最后一曲吧？起码一半了哈。哎，你看这几个人了？还有一个好像，还有一曲。这曲没得了，后面没得了。对啊，最后一曲吧。这边还有人，这边还有没多人。地球进入这个很正常啊，极端气候。这儿看着好多人看哦。现在只有400多。哦，2个平台好这是。一个平台，只是说横屏和竖屏。哦，那样子说，那别个看着看，选择照看。选嘛，想看密就看横噻，想看竖就竖噻。哦。还有一圈，还有重复一次。
水往还往阳间里面浸。我用了10斤纸都用了差几次。它有了，不跳了，肯定不会跳了。它是拍了51分钟，拍了51分钟。呵呵。今天人比较少，这里全部什么都有，你往前面翻嘛。女孩子，哎呀。 향로 답변 낙춘 두축 가스비키 향로 사탕춘 여샤好热呀，一直飙汗，哎呦我的汗不是。出来吧。跳了，他们跳完了嘛，就几分钟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几分钟就好了。马上就好了。在这，在这。
是老歌，这个是老的，old music，old music。这个都几年了，应该2、3年了，老歌了。借借。好热呀！
刚刚比完就走了。明天还要谁？明天还多一多。哎，你准备好久去嘛？哎，你说的你要帮他们接那个。他不晓得没说，不晓得，那个花区的。他不晓得，你准备还去不去嘛？他就是不知道噻。那天去赶紧去，把这个星期六。那边太堵车了。晓得过两天我还去不去？过两天刚好到这儿。哦，没得好远了嘛。就在个野人，野人32单嘛。我回来弄了。那两个人跳。我拍的嘛，他在看你。对，就10点半就走了。他叫啥子？我忘了。薛真呐，薛真。你看他问我叫名字，我想半天没想起。他是哪儿人啊？啊？他是哪儿人啊？鸭子吗？要想不起来了，八三吗？搞忘了嘞。哦，鸭子，小郑的同学。哦，对对对，小郑的同学的吧？对，鸭子。哎呀，你这个太没有点儿。晓得吃啥子才的？这粉丝甘南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欢迎你啊！甘南的，你要拍吗？甘南过来的。没有啊，你打了你啊！我是他的粉丝。甘南过来的也不远，就是四川隔壁。啊，你们是四川隔壁嘛？甘南嘛？甘南。对啊，哦对啊，不远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好，拜拜。好你们两个在一起拍吧？走了。走吧，前面他们要跳舞，他们在旁前边面还跳舞，他们还要在玩儿，美女。那行。对对，就搁这旁边玩嘛。
子，忙了交给年不跟镜头不是一样？一样的成分，这是纤维化超纤。相机还是拿出来晒一下嘛，拍一个嘛，假把意思拍一个。
拍的是片的。我说那都是拍出来是片的。兄弟，拍的是斜的，真是斜的。等一下家里大点噻。问题不大。我今天拍的视频有点多，我又不想剪。我拍了很多，但是我现在没做那些，从来没做过。我就直接用那个视频直播里面直接一段20-30分钟那种直接弄，就没想去做一些。管啥子哦？天天大家讲聊的。对，我也不笑一下，老婆。OK， 最棒的，还有没有？为啥不笑呢？还有没有？他还说他冲得快，他冲都冲不起。太冲。这个韩国的会说中文啊？嗯。韩国的会说中文啊？对啊，明明嘛，很高的嘎。会说。他还会说中文，他教韩语的，他在中国教韩语。昨天真没什么人，今天站在这里汗水直接流，我感觉眼睛都进汗了，我的妈呀！所以这9月份以后就要来了吧？但是匹配是匹配，就是太热了。心境还要自然点。那时候那天给我说那个韩国人是采茶的，那就是明明嘛，就是他来了几次了。我知道来过几次。那时候给我说他家是采茶，那时候给我说他家是采茶，他的茶有40多人。吃完了。对。真的，你让我咋知道的？右边这位帅哥是我们的团长，是我们的团长。
够高了。再放大一点，再放大这个的话。
好好。你要打吗？要打钱的话，我要去。啊，你的车。哦。要切割就是这样。他是午休了嘛？他那个是应该是他是午休。因为丈夫都叫卓玛。女孩子会叫卓玛。对，女孩子都叫卓玛。不好。哦，我这边哦，那就。近一点就算了。有。
操，太烫了，温度太高了，温度太高了。好。